探索未來路向，點樣透過保誠新冠疫苗全戶基金保障人生新可能。大家好，我係 Virtual。2025年已經悄然過去，呢段時光似乎漫長而未知。我哋都渴望安穩嘅未來，但係前方嘅道路並唔總係明朗可見。面對未知嘅挑戰，尤其係疫情嘅威脅，人們心中充滿期待與不安。為咗幫助香港居民，保誠推出咗一項新冠疫苗全戶基金，給予每位接種者高達港幣12萬元嘅資助。無論你係咪已經確診新型肺炎，呢一項資助將會減輕好多家庭嘅負擔。無論係父母登記定係仔女，都可以覆蓋在內，每個家庭都會獲得雙倍嘅資助。行動係保障我哋生活嘅力量，因此等我哋立即下載保誠 POS， 以註冊參加呢項計劃，為自己開啟新嘅方向。身處低谷，我哋應該用行動邁向高峰，讓心中所願得以實現。